상계 이제 원그 그바 같은 데 그바 제除解就是阿底峡尊者的话呢，灌顶的话呢，使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具格的法器的容器一样，具法的容器那并能够消除一切的病魔、一切的障碍一样在这里，那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我们的心绪成熟，未来证得佛果的种子一样种下。다 담아봤다. 20번 사지 이마. 다 담아봤다 이마. 다 타대도 똑같아. 이 남도 똑같은 거 봐당. 다 담사 이해를 받지. 인사에 나자를 된다. 대바다. 진실하고 동도. 이마. 地下尊者也讲述说，我们平时支持我是一个平凡之身有一个佛或者说本尊的智慧之身，有一种分别之念，而此灌顶使我们是破除我们这种分别之念样子的，使我们的这种平凡我念转化成为一个佛满的之念一样的。你打人的关口就是他말해서 뒤뒤 이해하는 자주 그 공부만。今天灌顶的属于四序当中的世序一样的事业的事。你别了有你在看就是送把他的老去中间马线呢，上进你的干部也不记得重点要送把他的，韩国的万不万的，你给我们万的老去中间的所以。在日月和合序里讲说，如果不把这具有它的传承历史意义讲出来的话，那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一样。所以首先讲述这个灌顶的来源，有这个比丘尼巴尔姆，就叫雍母一样的雍语，有些翻译成。你给我们巴尔姆学的，你我今有结果应该我这个节目我出卖。比丘尼这个巴尔姆也就永语的话呢，他出生是在这个乌金纳这个地方，是一个国王的公主一样的人。他乌金是的，有的事情的，那个人呢，发生事情的，阿富汗的事情，巴尔那边边境都是他的发的这个事。那这个乌金国这个地方的话很多历史可以听。我们知道大概的话，这个地方应该现在的话呢，是在这个巴基斯坦跟这个阿富汗的中间的边界一样的。他真的你结果遇到过是的，上什么什么引起结果也那样，说话说话，上什么什么这个。那在这个国家的话呢，有一位国王叫恩德伯迪。虽然他是一个王一样在这里，可是他是在内政是非常修为很高的一位成就者一样。你第三幕的状况，你公了结账就觉得你这种干什么这个后来看不中了。这位公主的话呢，就是到8岁时候，她得了这个麻风病一样在这里。你觉得你个种你规模啥的？你除了可能来就来，你觉得你民的你把看过一把的，你没那么大，空来看了是不是？实际真的中呢？你今年是中呢？你陪那就真的空着，没那么点命到。来看了是不是？8月现在刚刚点，你能来看了是不是？这等的要8月了，这一把。新疆已经把盲目都是反正你还有问题影响。当时这个公主的话，8岁得麻风病逝。那那个年代，其实可能也没有很好能够根除这个麻风病样。但是如果这个公主本身就是一种业病一样，很难消除一样的这里。所以公主自己在晚上梦境当中就有观音给她示体授记啊，你应该去这个利卡尔西邦这个地方的话呢，修持观音的话呢，那你的这个病将根除。
样的人。那我们其他的这个维卡拉西巴，也许可能是现在讲就是尼泊尔地方，也有人讲现在新疆的地方一样的，有两个讲法。这里刚的这里。你农地这个么啷子的，你弄的，也不会那么的，你是谁呢？就是那咱那看到什么，罗山公罗出发的，也就从几天，罗出去了，干出来。当时公主就向她的父王，就是说请求啊，我可以去这个卡尔西华地方去修观嘛。当时他的父亲已经知道这个受祭样子了，所以允许他前往那里去。你看，配部的啷个啥？那配部的第二是个人经济的，你第二是个人经济的最低级呢，差对了也配部，关键就是你，他就你这跑的这几嘛，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嘛子啊，各种的被动，被动的是个人经济双重，这也算是这双重。当时公主在前往这个地方的路途当中的话呢，碰到一个有观音的佛像的地方，所以她到这个观音佛像之前进行顶礼供养。那这个佛像前的这位侍者的话呢，就说：“哦，你是一个麻风病人，你不要靠近这个佛像一样，把他推出去一样的。”那这个时候，这个观音佛像就发出声音，然后就让他进来一样的。你看，这个男的拍的，你说话大呢，你这个人的样嘛，马上啦，这里也不一样，我这个吃的这个，不注重这个，这里可能吃了个啥个，今天是弄把这个分出，可能包括今天是那个给东西的话，你这里哪怕是像光的那点看了一些，那所以。他进到了里面一样的这里，那天他就休息在那个庙里面一样的佛像之前。那他睡时的话呢，他有受记出来一样，又是他受记时候，他的梦境当中是像是他父亲的一样一个小孩的话呢，告诉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一位比丘一样在这里，你可以在此比丘地求法，因为你的生世的这个本尊的话呢是观音，你可以在这个比丘这里求正法一样的这里。你看，弄把这本书呢，这种等级呢，你担保上没有中年的高明呢，这里做不到特别是这种这个双管。你看这里担保上高明家，这有高明中的。所以他进入这地方找寻这位比丘，并在他那里得到这个观音的修法并修持了12年一样的。他觉得没有中年高呢，你做不到头，来的他老嘛是做不到头，我已经看你这么多道理，从这边这里空的听入边，在这边不经下的做不，这里来年他们大陆出来都不清，这边这个来出的清的。当时这位比丘告诉他，如果你精进修持12年的话呢，你将得到殊胜的成就一样，最后将成为一切空行的主尊一样的这里。当时他开始修行这11面观音的时候，那他的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一样在这里。这里那种前人的这里过来同志骂的差说，如果能够注意些的人，因为我这个没嘛同志没办法的，这里摆么这个过来看过来用的，就老几不拿了，我就看出不办的，利用的，人那么多人看到习惯了送，知道吗？这里我就看着做梦的。那看到习惯说老中医专门用的些，这么那么，这里这个，后来都公办，但那你过去家嘛，他不就，这等下看这些做过的，就是这里看着嘛，这个呀，气，这里气数啊没得的了，这里边呢，你说谁的那看到习惯，这里来，有人在这啊。当时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一样在这里，那整个身体就脓血、眉毛、头发都全部掉一样在这里。那就在这个很痛苦的时候，那天晚上他有梦境一样的人。那在这个梦境当中的话呢，是一些空行出现，告诉他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修这12年，不应该在这里修持观音，你应该去向上次受记的这个尼卡尔西巴这个地方去修持，你才能够圆满成为
我已经空行的主尊一样在这里。那当时他心里想，那我现在这样的身体病态，如何去到这个地方？那这样想的时候，那些空行说，我们可以拖你去一样的。所以他想这个拖着被他们拖的时候，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那克尔西巴这个地方一样的。好，等你真的，很等你做中医的这把就等你更看检查，等你打你手的，那个他忙不自己下子的，等你等他妈的等你无情我就有，等你给了我们办公办他，完了那把钱就那个啥的多，等你差的多些，哪个的等你哪个大场就拿。就该从这汤的方面科技，反正我老要逻辑操，不平常简单，真的这些问题，爸爸今年是说了，你这教育这下策动行动，有时候真的下次真的。那他在这个里克尔西巴经过12年的苦修行以后呢，最后得证了这个。得到了成就一样的，并现见了很多的本尊一样的人。那在最后一次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强烈的光射向自己的时候，那他认为这是一种对他的障碍一样的人。那当时他把手中的一个金刚拿出来一样，他把手中金刚向上举的时候，那天界的神以及都发颤抖一样的人，他的法力是非常强烈一样。那往下的时候，整个龙族都在颤抖一样，都在向这个观音礼拜一样的人。啊，这个时候学一面观音真实的现见他面前一样。你看我们今天人，你用嘛他把不下嘛这个整体看的不接受，双这个空白不叫不那么这个在这个，包括今天这个，你妈今天咱们要我搞出确认治疗的，确认个来你的这把嘛大的，你看痛嘛好不了，人打反正来这场打你，人打确认痛。你看另一个面的这个，他把这些这苦拿下来，就说这国内的这拿到这个，可能跟那这个拿的差的这个，马上应该是出来的这个阶段是，等这是进来是等贵这个大问题，他等这人，你对他这个一天的做工都掏回来，你马上用个马来说。当时这个比丘尼他就是很悲伤的说：“为何你现在才我可以现见你一样的这里？”那当时这个观音十一面观音告诉他说：“其实当你在首先最初开始修正之时，我已经在你的旁边一样在你的施正，只是因为你的业力无法现见一样在这里现见到我，所以他说他是无时无刻都在你的旁边一样的这样。所以你可以看说当时他。”观音现身的时候，看到他的观音的身体的下摆的衣服上面，还有这个比丘的这个身体的脓血扔出去的时候，说那个脓血还在在这个观音的下摆的衣服的下面一样。所以你应该相信我，我无时无刻都在你的身旁一样的。好，这也是真正爸爸进来时，真为是下身他们真空猪八套，你猪八套上面嘛叫个大叫我帮这做就把这差，你今年空做拍成不是的，叫他做进去，在这你他平天的，真的在这样子，真的也过他，那个拍成这空做把头他的多就把这做进拍成把是那么娱乐，就你也过去做把头打开无双的，就可能我见哪干好，你可能我的那里可能他越蛮也的那个泡沫见的事情是，他给我们把那个把头的，你记住他的泡沫见的事，你那里我的出家，他真的是，他这个出，他这当今天是做把头的，给我们把这两个字的，他从原因今年我个历史做理解，所以这位比丘尼就。得到了非常这个殊胜的成就一样，是一面观音后来的话呢，我们知道说他跟随在这个尼泊尔这边有一位成就者叫帕仓宝，跟随着他进行梵行一样，就是说成为一个成就者一样的人，不再受任何的约束一般。那他当时到了他自己父亲的国家一样在这里，
那这个父亲问他，那你已经得到殊胜的成就的话呢，那你修正的能力有多少？你可以示现给我吗？当时他的这个女儿公主就把他的头用刀子割下来，然后让头去悬空在半空中一样飞舞一样，他的身体还可以一直飞舞，并用他自己最后用他的左手拿着这个刀，这个头颅一样，右手拿着那把刀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看见龙吉他说在金刚亥母的法里面有一个金刚亥母，其实是叫金刚亥母断头一样的，所以他这是左手拿着一个头一样，右手拿着一把刀，表达他的成就的力量一样的。最后再把头还原回他自己的镜像一样的人。那这个今天所要灌顶跟仪轨的话呢，是由这位格罗莫巴木他自己亲笔写下来的一样他的经注。이 결혼 못 받는 그거는 이 육내 제나 이 육내 대다 죽게 견대 좋다 이바 이 답변은 이제 배용 첨부 깔바 예지지도 그때 반다 발라서 봐 답변은 이제 지난 친구 송거래 이 지난 저기다 니네 다 육내다 이제 그거 지금 제기 지내서 와거라 가는 게 주반 시켜야지 也依于这个十一面观音这个比丘尼勇士也有这个写下这个八关斋戒一样在这里。而且如果进行这八关斋戒的话，讲究能消除84000劫的恶障一样在这里。所以那你们也非常欢喜做这个八关斋戒，那所以我们去传承嘛这样的。你他的你关于举办呢，你爸爸今年是结婚嘛办嘛。被这个大外就一说，不让进入落那这个灌顶跟仪轨的传承的话呢，是从观音到比丘尼勇士，然后一直荣简会念他们传承的上师的名字一样的。这里结婚办被这个大外就呢，被这个仪式上的，把过被人家把，相信大外就是你不把去其他吧，龙巴多节节的。相动的这开心真的了，相信年轻出征强调，其他国家也是同理，要技术外，用说那么长的，说那么大气，说那么讲究，啥话说那么骨干重重，讲工作做，很多人根本当然那他，人气讲究，业绩讲究，有军能讲，马文出来，共产广播，台湾路出来新大，干嘛不讲，去巴掌。接对政府背的讲对，这些马上的是过去推荐的嘛，总是去接多处，多接种人在我的每天都过去对这去接多处，这就写不多处，多种找到小就那那这两个路的举办现在讲我们工作有质量的太远吧，练这而且就是一把，他在工作干这个不是。空域可以两千的经济呢，经过经济呢这个特别了，但是平常我出差的我得到跟举办已经这个举办那么早了，从我这里往个上说完引起。那这个传承的话，从刚才所提，一直到职工的这个传承，到职工有这个在卫藏的传承，跟到这个康区我们的传承，那到是荣信的上师这个登金庄都这边的传承为止。那也有这个高如信这边传来的样子，是第二世讲公主如信那边如信也有得到这个灌顶跟仪轨的传承，以及在第二世的这个江阳亲自也有这个传承一样，说这个传承的灌顶如信都具足的。他也找了你忘个什么，有个总的说完的完了，累积的难。所以开始向为此求灌顶，首先祈请一样在这里，跟水如亲一样念。就从参见，参见党，拉登拉耶，我问你，巴迪拉美，嘎真吉，达了吉呢，达多数。
随从三界，唐杰达，拉格拉耶，我问你，巴丁拉美，格金吉，达的技能，达的数，随从三界，唐杰达，拉格拉耶，我问你，巴丁拉美，格金吉，达的技能，达的数。他别的做了当年，这里那么等于一个他出的工作，这里加成做完了，过完等于中国中华团，他从参进去考考做的，加成做完了，这里公斤这个嘞，现在吧，因为他到多几场过，加完没完的，这里这样嘛，他说最终不写的，给完了，20岁也到了。你讲究做先解把它，别到给我找生意，做不讲究的，我话你能慢慢的累积。经过像这个前身前方坛城的杜尊以及上师经过祈请故并再次下面开始向诸佛坛城以及本尊上师进行皈依养的威仪九亲都能够得证佛果一样的人并对过去所做的恶业以4种的力量进行忏悔一样的人，并对三世诸佛以及他人所做一切进行随喜一样的人，并愿生愿发起菩提的心，把这一切功德皆回向，以5分之的方式来进行跟随人经历忏悔。我就说了，他讲些，一般没给，说下，若不给了，一夜三节讲究，也就是说，三节去的，创作了，讲究吧，大讲些，让一对一，然后是，讲究新的，这个的节。讲究不错，新的积极，升级等级，大众工作业，讲究军卓，用这本节，做了分析，常见做本书，做了分析，常见做本书，做了分析，常见做本书，各种福气，既能学个懂得，做完再把它带有你一定的。下面再一次为祈求得到生与义3轮的随许灌顶，再一次祈请。罗布王所说，达拉，中定的，泡泡今天是，各种福气。基础难瓦，扎多数，各种头节，基础难瓦，扎多数，各种头节，基础难瓦，扎多数，现在你可以技能能够两手了的本地技能。下面开一一的首先祈请给予生的灌顶随序。都是见证吧，公主说，他能做了，听懂的，说清楚了，顺理解，察觉意识，记得说，察觉意识，记得说，察觉意识，记得说，虽然是这里，万里经过罢了，这里처음에는 저기 하얀게 와서 막상 이 소바와 똥이 막 똥반이 막 이장을 농을 가서 저는 저를 갖다 타면 느끼고 샤타들이 난 서로 사도를 갖고 당 이제들이 다 나한테 나고 강과 들이 쌍거 매봐 저는 라인지 똥들 다 매봐 똥이지만 자, ini
谈到来谈我不告诉，等于公益接到就马新啊，他第三幕就没办法，等于他们东北一个人一个人上的东接地的，等于东运的吧，等于俺等于方面等于北门大马街对吧？等于20大个等于谁干的？差不多。下面的话呢，开始正式的灌顶。那灌顶之前，首先要建立这个基础一样的，所以叫灌顶之基一样的这里。那我们当念诵，首先以马头明王的咒念诵是尽除我们一切垢障，去除一切的障碍意思，然后再会念诵这个空性的咒语。那当念诵空性的咒语的时候，我们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所直指的这有为的血肉之身，以及外在的现象当中的土石、地、水、风等等之类，一切皆是自性本空一样在这里。在此的性空的当下之上，开始进行观想一样在这里。那一个初学者的话呢，如果还不能够达到这种性空的大致上面，那就是说思维当中这一切其实是不是一个实有之体一样的，一切皆是空性一样，以这种思维来开始一样。那这种思维容易它称为真善空一样的，不是达到究竟的空一样，但是以此为基一样开始进入。那在这个空性的当下升起一个棒字一样在这里，这个棒刹那之间化现成为一个莲花，那在这个莲花上面再是化现一个字一样的是的少问了。一个字上面一个月座，那月座上面一个白色的士字一样的种子字。那等于是的了，我是去年等于这就是等于要研究的设计背面对吧？设计这把这，设计背面对吧？设计这。当这个士字放射光芒的时候，那这个士字再化现成为一个金色的莲花，莲花的这个心部中间的话呢，再有一个白色的士字一样的。你这个我是怕准下巴头发，我是准，肯定说句长期上升上面，肯定我是都包在他，就说句长期上升上面，大家说的是天。这个他妈他是研究的，肯定起来的话我进来这个。